一個糟糕嘅奸條案例。編寫同插圖，作者 David Shannon。Camilla Cream 喜歡利馬豆，但她從來冇食過它們。佢所有嘅朋友都憎利馬豆，她想融入其中。卡米拉成日擔心人對她的看法。今日她比平時更煩惱。係開學嘅第一天，佢唔知該着乜嘢。有咁多人俾人留下深刻印象。佢試着咗42套衫，但似乎冇一套係完全正確嘅。他穿上了一件靚嘅紅色衫裙，照着鏡子，然後他尖叫起來。他的母親跑進房間，他也尖叫起來。我的天啊！你周身都係奸條，這當然是真的。卡米拉從頭到腳都有奸條，她看起來像一道彩虹。奶油太太摸咗摸卡米拉嘅額頭，你感覺幾好啊？她問。我感覺好好，卡米拉答，但睇下我就定。你馬上回到床上，她媽媽命令道。咁你今日唔去返學？嗱，卡米拉飲得杯落，佢唔想錯過開學嘅第一天，但她害怕其他仔會講乜。佢唔知應該點着嗰啲癲嘅條紋。那天下晝，博姆醫師嚟檢查卡米拉。上揚太不平凡了，上揚我從來冇見過呢味嘢。你是否咳嗽、打噴嚏、流鼻水、疼痛、發冷、潮熱、頭暈、嗜睡、呼吸急促或無法控制的抽搐？不，卡米拉話俾佢。上揚我感覺好好。上揚。那麼，博姆博士話，轉向 Cream 太太，我看不出佢有乜嘢理由聽日唔去返學。呢度有啲藥膏應該可以幫助喺幾日內清除呢啲奸條。如果冇，你知去邊度聯繫我。然後佢就走咗。第二日係一場災難，學校入面嘅個個都嘲笑卡米拉，佢哋稱她為卡米拉蠟筆和活棒棒糖之夜。他盡力表現得好像一切都很正常一樣，但當全班同學說出校中誓言時，他的條紋變成了紅色、白色和藍色，他爆發出星星。其他孩子覺得太好啦，有人大喊道：讓我們看看一些紫色的圓點吧。果然，卡米拉變成咗一身紫色嘅圓點。另一個人喊道：棋盤格，一排排方塊覆蓋了他的皮膚。好快，個個都嗌出咗不同嘅形狀同顏色。可憐嘅卡米拉嘅變化速度仲快過你喺電視上換頻道嘅速度。嗰晚，學校校長哈姆斯打咗嚟電話。對唔住，奶油太太，佢話。咁我到請你唔好俾卡米拉返學，佢太分散注意力了。我一直喺接其他父母嘅電話，他們擔心嗰啲奸條可能會傳染。卡米拉尷尬，佢唔敢相信2日前大家都鍾意佢，現在沒有人願意和他待在同一個房間裏。他的父親試圖讓他感覺好些。我可唔可以幫你攞乜嘢啊，親愛的？不，多謝你。卡米拉嘆了口氣。佢真正想要嘅係一盤好食嘅利馬豆，但佢已經被嘲笑咗一日。是的，我明白了。第二天，當 Cream 先生打電話時，博姆博士喃喃自語：我想我最好把專家們請來，我哋即刻就過嚟啦。
大約1個小時之後，博姆博士監4個穿着白色長大褂嘅人嚟咗。佢向佢哋介紹咗 Creams 係 Grub 博士、Sponge 博士、Cricket 博士同 Young 博士。然後專家們開始對卡米拉進行研究。佢哋擠壓、戳刺、敲擊和測試，非常唔舒服。唔係腮腺炎，格羅普博士總結道。或者麻疹，斯潘醫生話。絕對唔係水痘，Cricket博士話。或者曬傷，讓博士話。是這些，專家們說。佢哋個個都遞給他一個裝滿不同顏色藥丸嘅瓶子。睡前各吃一瓶，格羅普醫生說。然後佢哋列隊走出了前門，博姆博士緊隨其後。嗰晚，卡米拉食了藥，這太糟糕了。當他第二天早上醒來時，他確實感覺不一樣了。但當他穿好衣服時，他的衣服並不合身。他照了照鏡子，回頭盯着他看的是一顆巨大的5顏6色的丹藥，上面有他的臉。Cream 太太一打電話，博姆醫生就趕了過來。但今次佢帶嚟嘅唔係專家，而是專家。Good 博士同 Melon 先生係這片土地上最優秀嘅科學人才。卡米拉又一次被戳，睇住，聽着。專家們記下咗好多數字，然後佢哋逼喺一齊，竊竊私語。胡魯博士終於開口了，可能係病毒，佢權威咁宣布。突然，卡米拉全身出現咗毛茸茸嘅小病毒波。抑或可能係某種形式嘅細菌，梅隆先生說，崩出咗曲嘅細菌尾巴。抑或它可能係一種真菌，蓋博士補充道。瞬間，卡米拉身上布滿了不同顏色嘅真菌斑點。專家們睇咗睇卡蜜拉，然後又睇咗睇彼此。我哋需要回到實驗室再次檢查呢啲數字。蓋博士解釋話：咁我哋知乜嘢後會打電話俾你。但專家們毫無頭緒，更不用說治癒方法咗。到而家為止，電視新聞已經發現咗卡米拉嘅事情。來自各個頻道嘅記者都喺佢屋企門口講述了常陽難以置信嘅變化仔嘅奇異案例。常陽，好快，一大班人喺前面嘅草坪上紮營，面霜中充斥住來自心理學家、過敏症專家、草藥師、營養師、通靈師、老藥師、名師甚至獸醫嘅各種療法。每一種所謂嘅治療方法都只會令可憐嘅卡米拉變得奇怪，直到連佢都難以認出。佢發芽咗條漿果、水晶、羽毛同一條長長嘅毛茸茸嘅尾巴，但冇任何效果。有一日，一位自稱環境治療師嘅女士聲稱她可以治癒卡米拉。閉上你的眼，她說。常陽深呼吸，與你的房間融為一體。常陽，我希望你冇咁講，卡米拉呻吟道。慢慢地，她開始融入她房間的牆壁。她的床成了她的嘴巴，她的被子成了梳妝台，兩幅畫成了她的眼。治療師尖叫住跑出了房子。我哋點算好？情況越來越糟，他開始啜泣。就在這時，奶油先生聽到前門傳來了一陣輕柔的小敲門聲。他打開門，裡面站着一個老婦人，她像草莓一樣豐滿甜美。對唔住，她爽朗地說，但我認為我可以幫手。
走進卡米拉間房，環顧四周。我的天啊！他搖着頭說。咁我哋呢度有一個衰嘅條文案例，係我見過的最糟糕的一次。他由包裏掏出一個裝住小青豆嘅容器，給你。他說：常陽呢啲可能會奏效。常陽，嗰啲係魔法豆啊！天啊，不！這位和藹的老婦人回答：沒有這回事。呢啲只係普通嘅老利馬豆。我敢打賭你會想要一些，唔係嗎？卡米拉想要一大盤利馬豆，而唔係任何嘢，但他仍然唔敢承認。哎呀，常陽，沒有人喜歡利馬豆，尤其是我。常陽，親愛的，老婦人傷心地說。我想我錯了。他把豆子放回包裏，開始向門口走去。卡米拉睇住老婦人走開。嗰啲豆子味道會好好，而因為食了它們而被嘲笑，與他所經歷嘅相比，算唔到乜嘢。他終於受不了了。等等，事實係，我真係好鍾意利馬豆。我想是的，老婦人笑着說。佢攞咗一把豆子，塞進了卡米拉嘅嘴裏。卡米拉話。突然間，樹枝、羽毛和波浪形的尾巴開始消失，然後成個房間都旋轉起來。當他停落嚟時，卡米拉企喺嗰度，一切都恢復了正常。我痊癒了。是的，老婦人說。嗱，我知真正嘅你喺某個地方。常陽佢影咗拍卡米拉嘅頭，然後他走出去，消失喺人群中。之後，卡米拉就唔同咗。學校入面嘅一些孩子話佢好奇怪，但佢一啲都唔在乎。他吃掉了所有他想吃的利馬豆，再也沒有過一絲條紋。感謝聆聽。如果你鍾意呢本書，請唔好唔記得鍾意下面嘅評論並訂閱。